知。Hello， 大家好。我又想講呢個，我哋用邏輯去分析香港點解要多啲土地啊？嗱，越嚟越多優才高才湧入嚟香港。依家經濟唔好咧，嗰個樓價咧都起到咧18000蚊、19000，甚至20000蚊一尺。咁如果經濟好嘅話，啲人不斷湧入嚟，咁唔通要4-5萬蚊一尺咩？呢個係唔合理嘅。香港已經係全世界最貴啦，但係唔係全宇宙最貴啊嘛，係咪先？如果咁樣嘅話咧，係好大問題。所以我一定要更多嘅土地去發展咧，令到我哋嘅年青人睇到前景。嗱，有兩個因素咧，依家比較嚴重。第一咧就係好多新嘅大學畢業生係揾唔到工作，失業喺呢方面嘅失業數字係上升。咁第二個問題係咩咧？我哋嘅樓宇咧係同埋租金係一直咁樣上升落。咁呢個因素咧係代表咩咧？代表我哋咧經濟發展有問題。第二咧，我哋嘅土地嘅分配有問題。所以喺呢個兩個問題之同時發生嘅時候，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我哋香港需要更多嘅土地，更多嘅土地嚟發展咧唔同嘅產業嚟解決呢個就業。第二咧就係穩定呢個樓市。我唔係話要佢冧，但係穩定。所以我哋要睇到咧，就係話如果喺中國大陸比較價值比較低嘅，譬如惠州同深圳之間嘅樓宇，可以撥啲土地俾香港，作為香港司法管轄權下邊嘅土地。咁呢個有咩好處咧？就可以發展多啲產業咧，同埋投資大型基建，有交通將呢個地方咧連接香港本土。哇！呢個發展動力幾犀利，所以產生個蝴蝶效應為經濟動力嘅起點 （starting point）。咁可以令到咧大灣區有個經濟動力，而起源於嗰個地方不斷咁滾動嘅時候咧，成個大灣區嘅經濟發展咧就好快咧就可以蓬勃出嚟啦。所以呢個係三贏，呢個三贏咧就係大灣區啦、香港同埋成個國家。所以香港政府應該咧盡快落實去發展呢個方向，啱唔啱啊？多謝大家，拜拜。